嗰個咪可以入球。咁撚多賽，咁撚多賽事，咁就兩個以前六球已經好撚巴閉㗎啦，大佬。係咯，以前我哋得幾多場啫？爭幾多個？場波啫嘛，以前。爭幾多個？係啊，有六球已經好撚巴閉啊！以前有六球好撚勁㗎啦，已經入到六球好撚勁㗎啦。其實六球嘅記錄都好撚耐㗎啦，其實。今屆你咁撚多賽事緊破啦，今屆。因為你多賽事多啲人，咁咪容易破。其實俾咁多隊叫啲隊唔好咁 hea 踢咁多啦，有啲真係 hea 到爆。好似好多人嚟14啊！加埋爭兩個12喎而家，所以都冇破。後面嗰個有兩個嚟緊。有冇？哦，有到。進嗰啲啊，報名14嘅啫喎。隱藏，隱藏，有隱藏啫。
俾 Gary 啊，Gary 要咗啦，要咗身你唔俾佢，照俾啦條直線，但要俾佢啦，係個問題㗎啦，如果攞唔到。出去執咯。攞唔攞到啊？
而家啱啱你開始有嗰個節奏，呢輪有呢啲嘢，呢輪有慢。
自己走翻自己個位，俾個嘢決定。